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提供市民朋友稳定优质的收视及网络服务，同时更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将去年媒体试读宣导经费结余转作关怀弱势之用，特别规划爱在社区新手相应爱心物资捐赠活动，采买了一批有机蔬果及生活物资，分别捐给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使站以及台南市拥抱生命关怀协会。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中嘉宽频常年推动媒体试读，这次特别将宣导经费结余转做公益，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因为我们常年在推动媒体试读那媒体试读在我们的今年度呢有了一些盈余，那么想说那这些盈余希望可以也用在跟社会对社会有帮助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度也选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弱势团体透过我们的一些公益的慈善机构呢，那帮我们把这些物资捐赠给所需要的这些老人家或者是一些弱势族群们希望发挥我们在地企业的力量让我们的台南市变得更好。爱心捐赠由社团法人拥抱生命关怀协会理事长涂家荣、理事吴俊德代表接下这来自企业的爱心。理事长涂家荣表示，拥抱协会没有员工，只有一群热心志工，帮助独居长辈及弱势家庭修缮房屋、整理住宅。这次有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的捐赠，他们一定会将这些爱心物资妥善运用，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我们社团法人拥抱生命行善协会都是志工来自各行各业那拥抱协会只有志工没有员工，是一群各行各业充满人情味的民众来帮助社会被遗忘的弱势的边缘户那我们以前协会会利用这个假日为家境比较不好的或者是独居的长辈来做这个修缮这个屋里然后屋顶然后整理住家等等环境。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三冠王跟双子星有线电视的捐赠物资我们会把这些物资的部分送给有需要的边缘户让力求精准，才不会浪费这些社会资源的。虽然爱心物资不多，但将媒体试读社区宣导结余转做公益关怀的用途，这也让中嘉宽频全体员工都感到相当有意义。总经理陈建春表示，公司未来会持续规划类似的公益活动，让员工一起加入行善做公益的行列。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